大家问千万日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春天天气多变化，有时凉冷，有时搁酷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酷，可酷第4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酷的意思是对人残忍，咱讲是酷刑、残酷、酷毒，也就是苦毒。另外，甲人威胁、强迫，古早有一个词讲是酷刑。正刻薄，甲人苦毒虐待，咱讲是酷热。另外，足热啊，咱拄则讲到就是酷热。啊，若热起，天气真热人，咱讲是酷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酷刑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真残忍，形容一个人心强手软。第二个词读做残酷，这是形容一个人唔但残忍，还阁真冷酷无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天气真热人，透中昼的时间，老爸煞叫囡仔去公园走步运动练身体，实在有够酷刑。更加残酷的是讲，囡仔已经叫唔敢，老爸阁唔可以休困，落尾过路人看袂做，就报警察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酷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